各位朋友，咁又到香港地呢個環節啦噃。咁今日呢就同大家講係一個有關五鬼張傘嘅風水故事。咁啊，有一個富翁喺佢老豆臨終之前呢，就講過一句豪氣嘅說話噃。佢話：你留低5間屋俾我，10年之後呢，我就一定有10間屋，再過10年呢，就一定有20間屋。總之我唔會敗咗你副身家嘅。咁話但係富翁嘅老豆呢就咁講嘛。唉，你估你老豆唔想買多幾間屋咩？不過唔知點解，我一買多一間屋呢，就立即就出現經濟危機㗎啦。咁逼住又要賣翻間出去，歷久不變噃。咁所以呢，我就唔希望你起多幾間屋啦。你不如向其他嘅方面發展吧啦。嗱，呢個富翁係唔信噃。咁喺佢老豆死咗之後，就立即買多一間屋，表示自己呢叻過自己個老豆啦。點知買咗之後啊，就因為周轉不靈，因為佢係做建築嘅，咁當時水泥鋼筋漲價，佢接咗嘅工程嚟做就要蝕本，咁逼住呢又要賣翻嗰間屋出去咯噃。佢以為呢啲都係一時之漲啫。咁後來因為地價漲，佢將5間屋就改建為多層大廈，咁啊賺咗一大筆錢。於是呢，佢又立即起多一間大廈。點知入伙之後呢，就遇到銀行風潮，銀行逼佢還錢，咁佢無可奈何，又逼住佢將嗰間大廈賣出去。咁結果呢，手上仍然係得5間屋嘅啫噃。呢個富翁條氣唔順呢，刻苦經營幾年，又再起多一間大廈。點知起好之後，又到股市大跌啦噃，又係唔掂，終於呢又要賣翻一間出去。咁呢個富翁嘅太太呢就對佢咁話噃：阿老爺臨終嘅時候都曾經話過噶啦，我哋又冇辦法再買多一間屋噶啦，唔到你唔信噶噃。嗱，如果以後你想破呢一種限局呢，我勸你不如揾一個風水先生翻嚟睇下風水吧啦。嗱，富翁聽完佢太太咁講，覺得有道理噃，於是立即請咗個風水大師嚟睇風水。呢個風水先生睇完之後呢就話啦噃：唔怪得啦，你間屋嘅樹棵棵都又高又密，而且係5棵咁多。嗱，呢個格局呢就叫做五鬼張傘。嗱，你不妨睇下呢個時候烈日當空，富翁嘅花園呢就有5棵大樹，佢嘅形狀呢就好似一把遮咁，將屋嘅前後左右遮到陰涼無比嘅。果然係好似5把張開咗嘅遮一樣噃。呢個風水大師仲話：五鬼張傘，人唔散就錢財散噃。嗱，你過去只係損失金錢，已經係算好彩嘅啦。如果你夾硬要起多間屋，可能就會損丁破財噶啦噃。相信令尊翁當年就唔只得你一個仔嘅，佢亦都唔只得5間屋，可能有過6、7間。只因為佢一超過6間以上呢，就損失金錢之外呢，仲會損丁嘅。嗱，咁呢個富翁就自己心裏邊盤算啦喎。原來呢個富翁就排行第3嘅。喺佢嘅記憶之中，以前有2個阿哥，都係喺好後生嘅時候就先後死去。咁呢個時候呢，富翁呢就問個風水大師：咁有冇辦法補救啊？咁呢個風水大師呢就話啦噃：五鬼張傘係冇辦法改噶啦。譬如你將嗰5棵樹斬咗去，咁就更加唔好添。咁成為猛火煮乾塘之局噃。須知道五鬼張傘呢就係丁財兩旺之局，因為有5鬼呢就可以運財啊嘛。但係傘有5，屋呢亦都係有5，唔可以多一間嘅。如果你搬出去或者改建組屋都非常之適宜。嗱，你可以向其他嘅方面發展，唔係一定要起多一間屋嘅。呢個時候富翁都冇辦法啦，想唔信都唔得啦，就唯有相信佢嘅說話。從此之後呢，
就唔再做建築嘅生意，而轉行去做貨櫃生意啦。各位朋友，咁又到香港地呢個環節啦噃。咁有關差館安奉呢個關帝嘅故事呢，好多人都知嘅啦。唔係差館之內啊，好多呢都安奉咗一位關帝聖君，早晚上香。每年關帝誕呢，亦都一定會賀誕，仲好隆重添㗎噃。嗱，咁究竟差館點解會安奉關帝呢？唔相信歷史學家亦都冇辦法考證出真正嘅原因嘅。唔因為關帝呢就係一位中國嘅神啦，咁而差館啊就係由西人主持其事嘅。咁西人啊多數都信上帝嘅，又點會安奉一位關帝呢？咁嗱，根據故老相傳啊，喺咸豐年間，香港警方就想招募華人做警察噃。咁但係當時華人對當差呢就唔係好踴躍嘅。咁大概因為古語有一句，好仔就唔當差，好鐵就唔打釘。嗱，咁有關當時嘅警務處長啊，就曾經向我哋華人領袖請教，問佢哋有咩辦法可以號召到華人投考警察呢？咁其中有一位華人領袖呢就話：哈哈，呢啲可能係同風水有關啩。嗱，佢呢一句同風水有關嘅說話，只不過係順口而出嘅啫噃。因為當時同風水有關呢一句口頭禪呢，對於不明不白嘅事啊，都係中意用一句同風水有關啩呢一句說話嚟到解釋嘅。咁但係警務處長一來就希望喺本地呢招請啲華籍嘅警員，二來又尊重華人嘅意見。咁果然呢就託呢一位新商介紹一位風水先生為佢哋睇風水咯噃。咁於是呢位紳士呢就介紹咗一位風水先生去睇啦。咁風水先生睇完之後呢就話：啊，你喺差館之內安奉一位關聖帝君，咁自然呢就可以號召到華人效忠噶啦。嗱，因為華人呢就最信奉關公嘅。啊，果然自此之後呢，就由於安奉咗關帝，咁參加警務工作嘅華人呢就日漸增加啦噃。咁其實呢，雖然每隔幾年呢就換一位警務處長，但係歷任嘅處長呢都唔反對安奉關帝，而且蕭規曹隨。咁凡係有新落成嘅警署啊，亦都安奉關帝。咁整下整下呢，就變成慣例啦噃。嗱，相傳當年嗰個風水先生臨離開香港嘅時候呢，就對嗰位華人新商話噃：安奉關帝有利，亦都有不利嘅。利嘅呢，就可以號召多啲華人參加治安工作；不利嘅呢，就係關帝係一位非常重感情嘅靈神嚟嘅。咁華人新商就問佢何以見得啊？咁佢就話啦噃：嗱，關公守華容嘅時候啊，目的呢就係要捉曹操，呢啲係人人都知嘅事呢。但係關公竟然放咗曹操，視軍令如廢紙，咁足見佢係一個非常重感情而又徇私嘅人物噃。咁所以呢，就好可能喺不久嘅將來又會有不愉快嘅事發生嘅啦。嗱，咁自從清末至到民初啊，不時都發生貪污同埋營私舞弊嘅事噶噃。咁喺光緒年間，曾經破獲咗一件大包賭案噃。咁差不多呢，有幾十個華員警察被檢控。當時呢，有好多西人呢就認為呢啲就係招募華員嘅結果啦。咁言下之意呢，就即係話請多啲西人啦。但係冇幾耐啊，亦都有西人貪污嘅事被揭發。咁足見呢，並非華人先貪污嘅。嗱，如果以傳說嘅事嚟求證於其中嘅道理呢，咁所謂安奉關帝有利有不利啊，亦都講嚟有道理噶噃。嗱，
因為關公係訴訟義氣啊，而義氣呢每每由金錢而發生噶噃。如果曹操啊冇上馬提金下馬提銀嘅事呢，咁華容道上啊又點會有咁義氣嘅事發生呢？咁所以風水嘅傳說亦都不能視為無稽嘅。